是研究史。假使讲有人问我，啊你即马阶段是生还是死？我会讲，生不如死。毋过是安尼啦，咱读就读啊，敢有法度讲无爱就无爱，袂使嘛。所以我今仔就要来大家讲研究生的江湖3点诀。头一个就是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。在场各位，敢有人知研究生的华语要安怎讲？敢有？研究生足紧啊，敢阁有？嘿，对者讲研究生真好，啥物叫做研究生？靠薰甲酒在过生活的人啦。我有一个学长，真正是安尼哦，伊哦是薰一支一支一支咧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咧打。讲到薰甲酒，伊就去；爱女朋友是讲到薰甲酒就去啊。有一摆，我听着讲伊去大院，心肝头插一个，紧敲电话去，学长。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才会去大院？总讲一句，薰甲酒改毋好啦。哎哟，我总讲伊即摆真正浪子回头安尼，要改安尼，过2粒，搁看伊伫遐在啉啦。我讲，学长，你毋是讲薰甲酒改毋好吗？算甲你讲，我是讲薰甲酒改哦，毋好啦。我是毋知影薰甲酒到底有偌歹，我敢若知影，阮迄个学长即马改毋好啦。第二个，咱一定要有自信，摕我家己做举例。人若知影讲我即马是研究生，互迄反应袂输咧坐分消费车呢？表现一个互恁看吼。你即马咧创啥？读博士遮高哦，你伫对读升大。鸟话遮厉害，你对考中文哦，大概是安尼啦。有一摆，阮过年迄阿伯红包分的了后，怎啊？搁伫遐咧啰嗦，搁开始哦。你即摆咧创啥？读博士遮高哦，你对读升大，鸟话遮厉害，你对考中文哦，搁较超过，你出来要创啥？阿伯。我会晓写高电视，台北、台中、台南，我拢有得奖哦。有啥物了不起？即马毋是有 AI 你叫迄 AI 写就好啊啦。我实在是阿伯，我会晓写福音哦。我甲你讲啦，人生自古随无死，我绝对写到阿伯你倒伫遐，麦当啊！金光闪闪，锐气真条，轰动武林惊动万教，而且安怎咧？互你双脚大莲花，出门塞宝贝，阴间变做大口鸡，金银财宝记个个，互你咧全部的囝儿岁岁做法，阿伯喂，嘿对，大家安尼反应个对啊，因为吼，我以后过年。无人搁甲我问讲我以后要创啥，连阮迄个阿进想要问，伊会惊我雄雄家来一句阿进妹。第三，咱一定要勇敢去试，咱逐项拢甲试看卖，毋好惊，惊袂着顶嘛对无？咱台湾囡仔上勇敢的啊！有一摆，我新闻遐就看到讲南投有一间庙在请庙祝斗过庙，我就开始咧想，一过日互我25000，敢若需要做2项代志。透早5点叫新明上班，下晡5点叫新明下班。我心肝头中央，老师，你是甲我共款拢出想要去的？有吼。你敢知这头路上好是安怎？你平常是上班，若想要冒费算手卡的员工，不要紧，做你免惊，无人会管你。啥那无人会管你？管你的拢毋是人。伊要甲我骂，我嘛听无，对无？加啦，伊来甲我托梦，毋过我平常时罕伫做梦，搁一个上好是安怎？你若当着讲过年过节、新明生日、中元普渡大拜拜，物件穿规堆食袂完安怎？分互我呢？你看，输我食，输我穿，输我无路用，才好头路要对出的，对无？
吼，我甲阮朋友阿妹啊讲，阿妹啊讲，若真正遮好，是安怎一定要找你？拜托诶，人来拜拜，求签诗了安怎？改签诗对嘛？爱改签诗，改签诗，中文系我普罗字诶呢。你若是有一天吼，迄签诗想要换新，才袂用看起安怎？台北、台中、台南，我拢有着种，我来甲你斗写。吼，无定有一天，迄网络开始传，你敢知南投遐有一个朴树庙，外高诶，写签诗个要改签诗，有时阵我都红开啊，庙嘛兴开啊，无定佫甲我起薪水呢，对无？无啦，看到讲迄其实拢讲笑。虽然讲是讲研究生的江湖3点关，毋过其实讲伫人生内底嘛是哈吧。总讲一句，就是第一健康，第二自信，第三勇敢克持，日子袂了去。只要咱毋惊风，毋惊影，有一天咱就会是世界第一等。我今仔讲到这。